做咩忙到連飯都唔得閒食啊？都係做緊公司份 ESG 報告，我都唔知點寫好。哦，我哋公司嘅設備咧非常之 ESG friendly， 點會難寫啊？等我介紹你知啊。好啊。Konica Minolta 嘅影印機外殼及碳粉樽，分別使用回收塑料及牛奶樽製造，有效推動資源循環利用，滿足到環保採購方面嘅要求。而喺節能方面，裡面嘅定影系統係採用咗 IX 技術，配合 Konica Minolta 研發嘅 Symmetry Toner， 採用咗植物性嘅原材料，熔點極低，只需要用好少嘅熱量就可以定影輸出，顯著降低咗能源嘅消耗，仲可以幫我哋喺打印嘅過程中產生嘅二氧化碳排放，每年可以減少20至25%。咦，你都知唔少喎。當然啦，我哋仲有一系列嘅 IoT 設備，建立數據基礎。透過 Dashboard， 我哋仲可以監測室內嘅溫度、濕度、用電量及空氣質素指標，同埋會議室實時嘅使用狀況，夠晒一目了然。仲可以隨時安排有污水循環、來自 HEPA filter 或者噴下消毒噴霧嘅清潔機械人嘅團隊加密工作。你又啱喎，放工之後叫佢行多2轉先。仲有㗎。頭先講開 HEPA filter， 我哋用嘅打印機外部一樣都安裝咗空氣淨化器 CU102， 由領先嘅空氣過濾器供應商 Vanderburg 提供嘅 filter 和內置風扇組成，並搭配專用嘅空氣管道，能主動將空氣從打印機中抽出，確保打印過程中有效氣流引導到 filter， 阻隔超過90% 有害氣體同埋微粒，咁空氣自然就清新啲啦。好，講多個 point 俾你知，等你寫好份 report。安妮卡米靈達打印機內置咗嶄新嘅功能，根據你嘅使用習慣，喺非工作時間會自動進入節能狀態，再配合按需打印，將環保嘅概念融入日常嘅工作，共同打造低碳及員工友善嘅工作環境，咁就可以持續發展啦。Konica Minolta